继续关心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伊表示，中国伫5日控咱总统赖清德嘅就职典礼，也有伫台湾双十典礼顶悬了后，对台湾发动军演是伊看过上大规模嘅演习。不过伊嘛讲，美国方面有做好准备，针对中国若是侵犯台湾，会全面入侵到这片封锁，美国拢有应对嘅计划。南华情势真紧张，国防部20发布讲，侦测到中国军机14架次，加上中国军舰6架次出现伫台海，各军严密监控应处，对中国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是表达关注关切，伊讲不管中国全面入侵台湾，还是实施封锁，美军拢做好准备，有因应计划，结合盟友的优势，中国军队要下海犯台是真正力。In response to the Taiwan inauguration on May 20th, and then once again on 10/10, Taiwan National Day, as it's so called. This was the largest rehearsal as we've seen. 对中国的目标是伫2027有犯台的能力。帕帕罗认为讲，中国军队犯台嘛是决定伫台湾宣布独立，外部势力干预台湾的事务，也是中国判断无其他方式会当实现统一。不过帕帕罗嘛讲，俄乌战争和中东的冲突，互军火库存是用甲真济。那印太发生代志，恐惊会影响到美军回应的力量。另外，美国国会下的美中经济和安全检讨委员会年度报告建议修订武器出口管制法，简化对台湾出口管制的定数，提升台湾的军事地位，比较日本、澳洲、以色列在北约 Plus 成员国。我们看乌克兰，它也不是北约国家，但是这个美国也同时援助它很多这个武器系统，所以乌克兰它大概也是属于这种北约 Plus。等于说，如果将来进入战争状态，那台湾如果在后勤或在弹药有任何缺乏的话，那有可能是采取这个乌克兰模式的。学者分析，若顺利修法，和台湾接近北约成员国的等级，对争取采购 F-35战机这武器机会更较悬。另外，咱驻美军事代表团嘛和美国在台协会完成106亿的军购案的签约，包括航载零附件、舰艇零附件，会用来提升 E2K 有经机这军机和各种军舰的妥善率。记者综合报道。